大家好，我是 Denzin Dendar， 欢迎收看丹达读豆的4分钟藏语教室。上一集我们学到了数字60，这一集呢，我们继续往下学。61到70呢，我们先来看60呢是主句，而这边的十位数跟个位数中间的连接词呢是 re， 这个 re 呢也是主句的缩写，所以呢61呢藏语叫做主句 rejik， 62呢是主句 reni， 63主句 resum， 64主句 resi， 65主句 renga， 66主句 rejuk， 67主句 redun， 68主句 regel， 69主句 regu， 70呢是顿句，而 re 呢是60主句的简写，所以61到69我们也可以简单的说 rejik、reni、resum、resi、renga、rejuk、redun、regel、regu、顿句。接下来我们来学71到80。70是顿句，而71到79这边十位数跟个位数的连接词呢是顿，所以71叫顿句顿 jik， 72顿句顿逆， 73顿句顿孙， 74顿句顿西， 75顿句顿啊， 76顿句顿 juk， 77顿句顿敦， 78顿句顿 gel， 79顿句顿 gu， 80呢是 gel 句。所以刚才呢有讲到说顿呢是70的简写，所以71到79我们也可以简单的说顿 jik、顿逆、顿孙、顿西、顿啊、顿 juk、顿敦、顿 gel、顿 gu、gel 句。接下来呢我们来学81到90的藏语。80呢是 gel 句，而十位数跟个位数中间的连接词呢是 gya， 所以呢81藏语叫做 gel 句 gyajik， 82 gel 句 gyani， 83 gel 句 gyasun， 84 gel 句 gyashi， 85 gel 句 gyanga， 86 gel 句 gyajuk， 87 gel 句 gyadun， 88 gel 句 gyagit， 89 gel 句 gyagu， 90是古句。所以这个 gya 呢就是80的缩写，所以81到89我们可以简单的说 gyajik、gyani、gyasum、gyashi、gyanga、gyajuk、gyadun、gyagit、gyagu、古句。接下来呢我们来学91到99。90呢是古句，而91到99它的十位数跟个位数中间的连接词是国，这个国呢也就是古句的简写，所以呢91藏语是古句国 jik， 92古句国逆， 93古句国松， 94古句国西， 95古句国nga， 96古句国 juk， 97古句国敦， 98古句国 get， 99古句国 gu， 100呢是 gya。91到99
这个10位数跟个位数的连接词国就是90的简写，所以91到99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国际、国逆、国松、国西、国亚、国竹、国端、国杰、国固、家。好，以上呢就是今天的4分钟藏语教室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见。这是的嘞。